我就係喺香港 TV 撈唔掂，就諗住過嚟闖一番天下。近年積極尋求突破嘅藝人楊明，最近被大馬網紅拍片曝光最新動態。原來佢靜雞雞飛咗去馬來西亞吉隆坡，巨資開咗一間正宗港式燒臘店。最搞笑嘅係呢位網紅一見面就極度尖銳咁問佢：你係咪喺 TVB 度撈唔掂啊？要走嚟大馬開餐廳？估唔到楊明竟然毫不介意，仲笑騎騎咁正面認衰，大方自嘲話：我真係喺 TVB 撈唔掂啊，所以先諗住過嚟闖一番天下。呢波高 EQ 嘅回應，隨即引起網民熱烈討論。其實回顧楊明嘅演藝路，真係經歷過唔少高低起跌㗎。佢曾經憑住劇集備受無線力捧，但其後因為2020年嘅醉駕案入獄，而令事業直插谷底。經歷一輪沉澱同埋解凍之後，近年佢終於成功重返幕前，有份參演處境劇《愛回家之開心速遞》，飾演紅豆沙湯圓一角。不過《愛回家之開心速遞》即將落幕，佢亦開始為自己嘅副業同埋人生大計做好準備。講到人生大事，楊明亦都終於準備要拉埋天窗啦。佢同拍拖10年嘅拿督千金莊思明已經定好咗，喺下個月正式喺女方嘅家鄉吉隆坡5星級酒店舉行豪華嘅婚禮，正式榮升做大馬女婿。今次楊明再做老闆，除咗為咗大婚鋪路，其實早喺上一個月佢就已經同朋友合資，豪掟6位數字嘅資金喺廣東中山開設咗一個當地最高質素嘅匹克球場。匹克球咧係內地近年最流行嘅新興運動。佢透露咧自己係因為膝頭有舊患，所以打唔到籃球，先至俾莊思敏引誘入坑，最後仲將興趣變成咗一盤大生意，由中山球場開到大馬燒臘店。雖然佢自嘲喺無線撈唔掂，但係即將成家立室嘅佢，開拓海外版圖嘅大計，似乎係越撈越掂就真。歡迎收聽聽娛樂，我哋下次再見。